腳呢個位啦，其實都唔係一個傷痕嚟嘅，都好多笪啦。不過就每次炒車都會係傷呢個位啦。有一次就係想知道自己極限，就好快咁劈咗一隻90度彎啦，不過就跣低咗，之後就留下咗呢啲嘅傷痕啦。上年哈薩克咧，人生第一次嘅亞洲錦標賽啊，出到嚟嘅成績就未如理想啦。自從嗰次之後，其實都有少少挫折嘅，都一直諗緊，其實要點樣去進步咧？我要用咩方法去進步咧？一直都係會思考呢個問題啊。咁今年嘅亞洲錦標賽啦，我遺憾嘅一點其實就係嗰陣時我已經係一個突圍集團㗎啦，就好保守嘅，我就喺個突圍集團度冇諗過再去攻擊、再去分出去嘅。結果就係贏嗰個車手咧，就係喺突圍集團入面再突圍出去，少少遺憾咯。呢個係驚冇體力翻到去終點，驚會甩出呢個突圍集團，主要都係驚個成績會差咗。其實諗深一層，其實應該係要搏，有4分係膽識啊！個公路賽我自己覺得係。